Hello，大家好，而家呢度咧就係 James Suckling Great Wine World 嘅現場啦。今日係10月31號。咁首先咧就喺呢度攞隻杯，同埋攞一個紙杯先，即係套嘅個紙杯。場地咧係有120幾個 booth。咁有好多100分嘅酒啦，同埋99、98、97，總之佢90分以上咧，都會喺度擺出嚟㗎啦。今日就喺 Grand Hyatt Hong Kong 呢度，即係會展隔離。咁我帶大家去睇下啲100分酒先。James Suckling 世界巡迴試酒會每年都會喺香港嗰度展出，包括有紐約、三藩市、邁阿密，亞洲地區會有日本、韓國、泰國、香港。舊年就有好多 James Suckling 100分拎咗出嚟試嘅，但係今年呢，眼見只係得4支。如果想過嚟參加呢個盛事嘅朋友仔，下年請早啦，可以上佢個官方網站 jamessuckling.com 嗰度預早1個月買飛。業界嘅朋友150蚊一位，如果公眾人士呢，就600幾蚊一位。做翻個理身先 ，James Suckling 並沒有同我有任何關係嘅。如果中意我呢條片，請俾個 like、訂閱我頻道同埋 share 俾你嘅朋友仔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